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初见，或许好久不见，一定灵犀惊动尘缘。再见，为何心生怀念？发生在为你落泪之间。两全美景爱火焰，生水同一看，姹紫嫣红开有谢，续本写透过经验，淘尽酒字眼，再续经缘。最不忍忘川，并非长夜，而是破晓前好梦一瞬间。最不能忘却，并非流年，而是回眸的云烟。最不想留恋，并非人间，而是遇见你，划分这世界。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心好痛，感觉不会再爱了。速效救心丸，给。你不是说他在这儿吗？王兰，你到底在哪里？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？我们分头走吧。皓月老师，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帮忙？现在只有一个方式能救苗里了。你是说消除我的记忆？你说过，小时候带走苗里，消除他的记忆，就是为了阻止我们这次悲剧的发生。如果现在可以，能不能消除我的记忆，阻止杀生石的开启？你要忘了苗里？我知道这样做很残忍，但是我不能看到苗里因为我而牺牲。只要杀生石不开启，苗里就不会有性命之忧。只要再找个合适的时机，
让他彻底的忘掉我。现在杀生石已经觉醒了，如果强行消除你的记忆，后果恐怕就……我愿意承担这个后果。今天早上，我已经递交了出国的申请。苗里他找不到我，会以为我抛弃他出国了。这段时间，我等您的回复，希望您能帮我的忙，浩源老师，帮我把这所有的事情都结束掉。都赖你们，都赖你们！发生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不跟我们说。师叔，你就打算什么都不告诉我吗？还有你，小桃，冷静一点。我不管，你们都骗人！现在汪兰他失踪了，全都怪你们！你们就不怕他有危险吗？更何况，他现在随时都有可能因为杀生石的原因而导致他的身体难以复合。我也没想到他会这样选择啊。如果杀生石被激发了，所产生的浩劫是你我都不可知的。夜看天书，关于上古时代那场浩劫也没有详尽的解释。如果石之妖形之力落入有心人手中，这情况恐怕就危急了。难道汪兰体内的邪力是那十字妖星和那万年修为所化？事态棘手啊，有些事或许我们应该做出选择。你到底想什么？你知道我很生气啊。我知道的，你应该生气。所以我在等你跟我解释，给我一个理由。苗里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从头到尾，我都不是那个合适你的人。你会觉得你现在说这些太不负责任。在你之前，我没有喜欢过一个人；在你之后，也不会有。因为我第一次喜欢一个人，所以很多事情不够成熟，会让你心塞，会让你心烦，让你想逃避。但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苗里，这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是谁的问题一点都不重要。我知道跟我谈恋爱可能很辛苦，但我希望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你都不要犹豫，更坚定一点。因为我是100%的爱你。
不会再放你走，我哪里都不会让你去。汪兰，好了，别哭了。我都知道了，皓月叔好了叔。，回去再说吧。臭汪兰，你说你干嘛动不动就要离家出走啊？多亏了苗大神猜得准。苗大神，你以后可要把他看紧点儿啊！那是当然的，我一定不会让他跑掉。嗯。这一次我是真的生气了，小姐，发生这么大的事，你就准备自己担着，不辞而别，什么都不告诉我，是要把小桃给甩了，把小桃给扔了，消除记忆，是要把小桃给忘了吗？我不说，是怕说了就更走不了。那就不要走啊！认输逃避是你的性格吗？这一次不一样，我必须离开。只有我离开了，苗里才会安全。不管你是什么九尾娘娘，还是什么十尾娘娘，不管你身上是有杀生石还是雨花石，我都不会放弃你的。小桃，在没有其他办法之前，我必须做出最坏的打算。离开，是我唯一的选择。你是说，你还是要离开？为了苗里，小姐，如果你真的需要忘记他，真的需要忘记这一段记忆，小姐，你放心，我还是会去找你的，重新认识你，和你成为朋友。无论你去哪里，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我知道，你不来找我，我还不答应呢。嗯。唉，就当是做好事吧。我这么伟大的人格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他为什么要这么？
好了，赶紧回去吧。你都这样跟着我1天了。万一我不跟着你的话，你又消失了怎么办啊？不是说好了不说这件事儿了吗？好啦，你别担心啦，我现在是绝对不会逃出你的五指山的。安心回去睡觉吧。好吧，那拜了。那我走了。你是龙族的。狐狸，小兔崽子，敢来找死！师傅师叔，你们怎么才来啊？王兰，狐狸，狐狸，狐狸，王兰，王兰，王兰，你可算是醒了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了？一定是因为你这段时间太累了，明明身体不好，还那么瞎折腾，刚进楼就晕倒了。晕倒？是不是因为杀生石啊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跟他没有关系，你别多想了。你先好好休息，说不定明天就能好了。我去找师傅给你拿点药。庙里，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少了。千峰的事情还没解决，现在龙族的人又来了。我早该想到了，有你们这群狐狸精的地方，怎么少得了他们呢？跟我们狐族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跟龙族可是世仇，疼啊！不疼不长记性，又没说是你们狐族指使的，你急什么急？汪兰，他看到那个人了吗？他不记得发生什么事了，他还以为是因为杀生石。好端端的又出现个龙族，事情越来越麻烦。我们要不要告诉王兰？不要，他身体才刚刚好一点，你又跟他说什么龙族，他心里的压力还不够大吗？你想让他怎么样啊？对，我看暂且先别告诉他了。龙族的出现，或许与汪兰身上的杀生石有关。你还能联系到千峰吗？为了汪兰的安全，最好能找他问清楚。他呀，现在是一心想要化解杀生石，我看也未必会告诉我们什么。又是千峰，又是龙族，这么危险，师傅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总之，狐狸，帮我给他带个话。怎么说？告诉他龙族的事情，就说我们想见他一面。他既然想救汪兰，就不会对汪兰的危险视而不见。好。小桃，把这瓶药给狐狸送过去。他伤得不重，应该很快就会好。毕竟人家救了你，你就别对人家那么凶。哦。师兄，你把小桃子支开，想说什么？杀生石一事影响重大。龙族、狐族千年恩怨有掺杂其中，现在的局势是越来越难看清楚了。我需要回一趟仙界，或许能查到与杀生石有关的线索。也好，师兄，
如果等到杀生石觉醒那一天，我们还没找到办法化解，你会怎么做？到时候再说吧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一定要以大局为重，管好他们，还有你自己啊，不要轻举妄动。我不在这儿，出了什么事，可没人跟你疗伤啊。行事不要那么鲁莽。行，知道了。哎，兔子，你这分明是要关心我，怎么搞得像个教训一样？因为你就是欠管教嘛。师傅不在，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到我头上了。狐狸，不要着急，我会联系前锋的。你别不识好人心，我是你别对人家那么凶嘛。师傅叫我来给你送药。送药就送药，你干嘛？怪怪的。那个，谢谢你昨天救了我啊！不用谢。没想到你在关键时刻还是挺靠得住的。我一直很靠得住，好吗？是你以前对我有偏见。还有啊，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这个样子怎么啦？对我突然有点温柔，有点不太适应。你拿好你的药，赶紧走。前锋，你到底在哪？最近狐族一直伺机要进攻我们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强防备。尤其是你们两个，这几天一定要多次巡逻，不要让他们有可乘之机。你的行囊很轻，却说去远行，背着一小片梦境和壮阔的心，擦肩而过几个背影，也路过几处风景，走啊走啊曾经，走啊走啊不停。你要在静谧森林，在喧嚣人群，收集着话语繁星，也细数叹息。谁的儿时虽不年轻，是一段荒唐的当你远行，空荡的行囊里藏下我姓名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向往，常向往，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远方，是远方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流浪，在流浪，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万万行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向往，常向往，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故乡。
守望，在守望。